有一種人渴望親密關係，卻又害怕靠得太近，他們總是在愛情來臨時下意識地退縮，這就是迴避型依戀。今天要分享6個迴避型依戀者常見的特徵，看看你或身邊的人是否也有這些表現。特徵1：抗拒深度情感交流。當話題觸及內心感受或未來承諾時，會立即轉移話題或表現出不耐煩，不是不願意溝通，而是害怕暴露真實的脆弱。特徵2：強調個人空間與獨立，會把我需要自己的空間掛在嘴邊。過度強調獨立性，其實是為了避免與他人建立過於緊密的連結。特徵3：逃避親密接觸，對於牽手、擁抱等親密舉動感到不自在，甚至會找理由避開。身體的距離反映的是心理的防備。特徵4：理想化獨處生活，常常覺得一個人更自在，認為感情會帶來束縛，這種想法讓關係難以深入發展。特徵5：否定自身情感需求，即使內心渴望關愛，也會說服自己我不需要這些，用理性壓抑情感，導致親密關係停滯不前。特徵6：關係升溫時突然疏遠，當感覺關係變得認真時，會無預警地冷淡或退出。這種行為模式往往讓伴侶感到困惑與受傷。分析與建議：迴避型依戀通常與成長經歷有關，可能是早期情感需求未被滿足所導致。要改善這種模式，可以嘗試覺察自己的逃避行為練習，逐步敞開心扉，尋求專業心理支持互動引導。這些特徵你中了幾條？或者你是否遇過這樣的伴侶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觀察與經驗。